无妨，醉酒而已。醉酒？三公主平日里那可是千杯不醉啊，昨日怎么会一杯就倒？这绝不可能。啊！三公主，你醒了。这梦怎么还没做完啊？啊！不，怎么还没做完啊？难道是韩硕把毒酒换了？不是现在演员改剧本都不跟编剧商量的吗？那我怎么才回得去啊？啊，不行，太疼了，不行，太重了。晴儿啊，人固有一死，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都开机了，你还没交稿呢。万一梦里的死就是现实中的过劳死呢？感谢韩硕，感谢临场发挥的演员，给了一个年轻编剧自我认识的机会。可是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完颜辰儿郡主陈楚楚，历经我们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继任大典上，天将相约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天哪！如果我需要做完这场梦才能醒过来，天降异象，天门大开，那我岂不是要坚持到全剧终？等等，没有韩硕帮楚楚，他怎么当上少城主呢？韩硕，子睿，韩硕呢？人在天牢，今日未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别说了，赶紧说。城主怀疑韩少君入赘另有图谋，所以要趁着昨夜的事，刀下留人，母亲。摘草除根。三公主，